呢一條片我哋會講一講龍舟舵手。喺比賽入邊，舵手扮演住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，負責控制住航行嘅方向。接住落嚟就會開始講一講舵手到底要做啲咩。喺圖入邊，舵手拎住嗰支我哋會叫做抄或者龍舟抄。舵手除咗控制方向之外，仲需要保持船身嘅平衡。咁大家可以見到支抄喺船入邊就會控制住左右，大家要記住左拉右推。除此之外，龍舟嘅舵手仲需要時刻望住前後，睇下有冇危險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就睇一睇舵手嘅示範。頭先提及過，舵手控制方向，左拉右推。大家見到片段當中，舵手將支抄拉埋身邊，就係轉左嘅時候會用到嘅技巧。